3, 2, 1。今日大家去講解翻啦，喺2026年咧，12生肖入面咧就係屬猴嘅朋友啊，有冇啲屬猴嘅朋友咧睇緊呢一個 video 咧？如果你咁好彩，你不是屬猴，但係又遇到 cancer 嘅話，幫手將呢個 video 咧就分享啦俾屬猴嘅朋友啊。就算屬猴嘅朋友，你身邊都有一啲咧就同你一樣都係啊呢一個屬猴啊嘛，幫手讓更加多人受惠。唔該晒，唔該晒。第一次入嚟睇嘅朋友，如果你想繼續咧收取我呢啲免費嘅資訊咧，就記得訂閱，仲要撳埋個提示令啊，個叮當個 bell 啊，咁我有新片咧就第一時間可以通知到你啦。你想學八字，梗係揾 Cancer 啦，包你學識啊！屬猴嘅朋友，你今年咧就好貴咧，容易咧就多人認識你。如果咧你本身咧係在於一個學習階段嘅話咧，你本身你嘅擁有嘅成績咧，亦都可以名列前茅。如果你本身咧係一個咧團隊入面咧就其中一個成員嘅話咧，你會發覺到今年咧好多人就好鬼認識你，亦都咧好多時咧有任何問題啊，唔知點做啊，或者想做好啲亦都會走嚟咧就問你請教你點樣去做咯。而你亦都咧為咗自己咧嗰個咧夢想啊理想咧，今年咧可以發揮到咧一個咧理想嘅狀態。所以咧你變相咗咧，亦都會咧就親力親為咧咁樣去走嚟走去咯。但係咧好得意嘅地方喎，好多人咧都願意走嚟幫你，但係咧你有個性格上面嘅特質咧，就咧好鬼中意就自己一個人去做，就唔中意人幫。因為咧你今年咧個能量呢個馬年咧有股能量就令到你咧就算你過往點樣同成班人一齊去玩啊，做任何事咧幾開心幾多嘻嘻哈哈都好啦，一去到某啲範疇啊，做嘢啊，講專注啊，或者咧就係咧要同自己嘅研究有關咧，你都淨係咧喜歡咧就係一個咧打單炮自己一個人嚟咯。今年咧你會出現咗咧嗰個情況咧，就係咧人口上面咧都會咧就有呢一嘅情況。因為咧最主要嘅地方係你可能會問 Cancer 我八字冇伏吟喎，但係咧因為最重要嘅叫做馬年入面嘅能量咧，係同你咧暗地裏咧有呢一個糾纏，呢一個糾纏即係令到咧你身邊咧有一啲人唔係家，應該咁講，係有啲人咧就會離你而去，或者就會出現咗呢個陰陽相隔，所以就係珍惜眼前人啦。屬猴嘅朋友喺今年嚟講咧，你整體成年咧，你都會感覺到自己咧，就係好多嘢咧，其實咧你好想去做，但係咧做嘅過程或者得出嚟嘅結果咧，你會做一個不滿意嘅狀態。當然你睇得通咧，好多事情咧就係咧基於外在環境，亦都基於團隊上面嘅合作，亦都基於咧就係咧身邊有啲人咧對你嘅不配合，又或者咧根本就係你唔想佢哋去參與，你想自己一個人去完成晒佢。但係咧有好多咧就考多試好多事嘅人咧走嚟咧就參與，就搞到咧你啲叫做追求嘅結果咧就唔湯唔水咯。再加上你本身你嘅性格咧就中意咧就係呢一個隨心而行噶嘛，即係好自由發揮嗰種 feel 噶嘛。而有人走埋嚟去幫你嘅話，咪搞到咧你原身咧想行嘅計劃，或者你好想咧憑一個感覺去完成嗰件事情咧，嗰種感覺咧就俾人騷擾或者截停咗，所以變成咗咧令到你咧有啲就頂住條氣或者係唔係好 like。簡單啲咁講就唔開心，所以做嘅事情或者達成嘅效果就會打咗折扣咯。呢方面你留意翻啦。咁所以咧，如果你真係咧想發揮到自己嘅話咧，唔想人哋騷擾嘅話咧，咁唔該，你有一啲關係上面或者做事之前咧，就唔該你睇下點樣用咩方法咧，將自己咧就係一個真空地咧去隔離咗自己啦。明白嗎？屬猴嘅朋友，你本身咧亦都咧好鬼中意一樣嘢，就係唔聽人講嘢嘅。呢個係你與生俱來嘅習慣，你有你自己嗰套。而咧，如果你做嘅工作，而好多時係逼住要你去聽人講嘢，你又唔係唔講嘢喎，不過係你要人哋聽你講嘢，多過你去聽人講嘢。所以變相咗咧，與人之間嘅溝通入面咧，就會出現咗好多麻煩。所以你今年入面咧，亦都會有好多人對於你有好多就埋怨或者係唔喜歡甚至乎會覺得你咧就係咧點解上天會安排到我會對住你一齊去完成某啲工作咧？所以變相咗咧就係咧你喺人與人之間入面咧嗰個關係上面咧要注意翻啦。簡單啲咁講，你今年係你有好多機會但係咧啲合作拍檔都係
容易嘅就係同你有摩擦同埋意見咯。咧係學緊八字嘅話咧，我嚟緊咧喺 WhatsApp 入面咧就開咗一個群組，呢個群組咧大家都可以去參與咧，去咧分享咧大家有唔同咧對八字上面嘅知識。Ken Sir 亦都喺入面嘅內容咧，亦都會咧分享咧我研究咗咁多年嘅盤古靈數入面咧用一個特質嘅地方。喺呢一個下面嘅描述欄入面咧，亦都咧有一條 link 咧係一個 WhatsApp link 嚟嘅，你只要撳咗咧就可以入咗我呢個群組，大家咧就可以分享咧你自己對八字入面咧有唔同嘅見解同埋睇法。嗱，講明先啦，呢個群組係正面大家研究八字嘅知識啊，並唔係俾啲朋友攞嚟去賣告白啊、宣傳自己嘅地產啊、樓房啊、保險啊、營養食品啊嗰方面啊。如果呢一類咧 Ken Sir 一見到就一錄就係送走踢你出局㗎。喺上半年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到自己咧就我好想咧就匿埋自己，我基本上就淨係想咧就自己做自己嘢，我唔想咁多咧就交朋結友嘅方向，而咧再加埋我本身我對自己嘅要求就好高嘅。你哋班友仔又唔明我諗乜，又唔知道我做乜，但硬係咧就要走埋嚟。講真嗰句啊，我習慣咗就一個人，我就唔係好中意團隊工作嘅。做團隊得全部都係聽我支笛咯，即係好簡單。你馬首是瞻俾我話事嘅，咁你就好跟住我。不過講真嗰句啊，我等得你哋嚟去幫手，我都搞掂咗啦。屬猴嘅朋友，你今年上半年就有好多呢啲咁嘅諗法，圍繞住你好多人咧就話要幫你啊，但係你根本就唔想去接觸佢哋。所以咧變相咗咧，你同佢哋之間嘅溝通咧係溝通唔到，或者好多時咧有啲乜嘢新嘅信息啊、新嘅消息啊，你根本都唔想聽、唔想知、唔想理咯。所以其實屬猴朋友根本已經上半年總結咁講就係咧，你係封閉式咧就係閉關。呢個世界咧冇任何啱同錯嘅，最緊要咧就係咧係咪可以發揮到你自己，係咪幫到你最有呢一個優勢，攞到你最想要嗰種效果同埋目的，就已經係最重要嘅。所以咧唔好覺得今日 Ken Sir 講嘅說話咧，好似冇句啱聽我屬猴朋友唔緊要嘅，最重要嘅地方就係今日呢一個內容可唔可以幫到你揾到你自己，同埋知道嚟緊喺呢一年入面，你現在其實咧睇緊呢個 video 嘅時候咧，就算未過年都好啦，你已經開始感覺到自己咧就唔想接觸咁多人，自己做自己嘅有冇啲咁嘅感覺已經出現咗？有嘅留言話翻俾 Ken Sir 知啊！喺下半年嘅時候咧，你就會發覺到自己咧就係我真係可以做到我自己要做嘅嘢啦。因為點解？我有我嘅感受，我有我嘅發展其他人就真係咧怕咗就唔想同你去接觸。但係你係好得意喎，今年嘅下半年咧，你好想咧將你自己咧做到嘅成果咧就四圍分享，想更加多人嘅認同想一個人咧都望到你咧就人見人愛，車見車載喎完完全全同上半年咧就反行其道喎。過咗立秋之後咧，你會慢慢咧就咧好想就多啲朋友，好想咧就要人認同，好想咧就係有呢一個咧掌聲去鼓勵。係咪覺得自己咧同上半年好有呢個矛盾啊？基本上屬猴嘅朋友就根本上經常都會有呢種自我矛盾喺自己身上出現啦。何況仲喺今年咧就係呢一個馬年入面咧，你更加多呢啲咧五時花六時變，一時一樣嘅。最重要嘅地方就係咧，你點變咧係冇所謂嘅，最重要一樣嘢冇影響成個團隊，冇影響咧同人相處，冇影響其他人咧，就已經係足夠噶啦。再加埋咧，因為你本身咧亦都係一個咧好中意咧就追求咧就自我感覺良好嘅，所以咧變相咗咧就係你對好多咧規矩上面或者咧同你嘅感受咧呢個矛盾性咧，你會下半年咧會出現咗就話知佢啦，你咩規矩都好啦，呢樣嘢我就係規矩咯，我屬猴就我所講我所做嘅就係標準，就係規矩咯。有冇影響？可能對其他人嚟講係一個影響，不過最重要嘅地方，你係咪發揮到你自己咧？而屬猴嘅朋友喺下半年嚟講咧，你亦都會咧好大機會咧去改變咧你自己咧身邊嘅人事同埋咧就係工作環境。咁即係換句說話講咧，你好大機會轉工啦、搬屋、搬廠、搬寫字樓啦，或者甚至乎咧連咧你本身嘅團隊就算你做一盤生意，可能你係成間公司就執咗佢，重新再開過另外一間，但係連啲舊嘅人咧你都唔要，重新再請過，你會有一啲咧突然其來咧嗰種感覺就好大嘅轉變嘅。因為點解？你有你自己嗰種諗法，同埋你有你自己嗰種咧突然之間咧就好想去做呢個改變嘅感覺咯。屬猴係咪咁恐怖？呢啲唔係叫做恐怖，呢啲係好中意咧就隨心而行，好中意咧就係咧去發揮自己，
再加埋你有你本身自己奄尖嘅地方咯。不過一定要提翻喎，屬猴朋友下半年咧，你身體咧就比較會差咗啦。稍後咧講健康嗰度咧，就會你注意下你自己嘅疾病，我會有詳細講解俾你知噶。屬猴朋友，今年咧你喺事業上面咧，你要發覺到咧人與人之間咧就好怕同你相處，因為你本身你嘅人咧就要求就好鬼高，再加埋咧你係一個好鬼自我陶醉嘅，同你講嘢咧有時有九唔搭八噶。你問你佢個A 快佬去咗 B 咧，你就話俾人聽咧，就係今朝個麥當勞個早餐好好食。即係你會發覺到咧，你嘅同事咧就會有呢個吹脹啊，或者你嘅團隊，甚至乎咧老闆你嘅話下屬咧都要等緊一個好嘅機會先同你去溝通到，或者可以正正經經咧去講翻咧成個個 project 或者個項目點樣行咯。無論做生意或者職場嘅朋友，你都會令到身邊嘅人咧就象白金剛摸不着你嘅頭腦，所以會阻礙咗你嘅事業上面嘅發展。再加埋咧，你今年咧有啲時間咧，你就好鬼中意匿埋自己；有啲時間就好鬼中意表現自己，所以人哋咧係捉摸唔到咧。你今日咧係想閉關啊，定係想呢個開放式咧？咁所以變相咗就係咧，人哋會怕咗同你去相處咯。第一樣嘢就更加得意喎，你嘅上級或者你嘅老闆或者同你一齊做嘢嘅生意拍檔，知道你嘅性格係咁噶啦。咁但係咧，佢咧就成日做埋好多嘢咧，就拉你後腳啊！你明明喺度已經做緊㗎，好難得啦！你開放咧去集中做緊呢一件事情㗎，佢咧就做埋一啲嘢就係咧挑剔你喎，乜你唔係閉緊關咩？即係做一啲説話語言上面咧就拉住你後腳，變相咗咧，你想發揮嘅時候又發揮唔到，你唔想做嘅時候佢又抄你出嚟咧，就揾你要幫手，又會喺事業上面有呢啲咁嘅矛盾性同呢個咧上級嗰個溝通好有問題，因為你基本上平時都係習慣唔聽佢哋講噶啦，所以你預咗喺你事業上面咧係好多人背後有好多唔同嘅説話，呢啲冇得避免，不過唔緊要啦，你都習慣咗噶啦。喺金錢嗰方面咧，睇下你嘅工作係啲乜嘢啦。咁如果咧你本身係一個職場嘅人士嘅話咧，其實你嘅收入咧就冇乜加冇乜減，不過係中意喺你嘅叫做咧吃喝玩樂面咧就多咗支出，咁呢啲好正常噶啦，去玩梗係預咗使錢啦。但係如果你係喺銷售嗰方面嘅話咧，即係你一個銷售人員或者跟進客戶，或者你嘅係自己做緊生意要好講業績嘅話咧，你發覺到咧其實咧今年係多咗好多人咧係圍繞住你嘅，人氣咧係大盛咗。咁當然啦，你中唔中意接觸佢哋呢個係另外一回事啊。但係如果好多時就為咗盤數，為咗咧呢個生意額或者達成一個目標 target 嘅話咧，你就會咧焗住係在你個心不甘就情不願嘅情況之下咧，就去見個客人，就要去講產品講服務。但係咧呢一啲機會咧，你係純粹真係咧為咗喺心理上面咧就過到自己，你係咪真係咁想去達成嗰單交易咧？其實你就麻麻地嘅。你係簡單啲咁講就係咩？就係我好想憑自己嘅感覺，我中意匿埋就匿埋，我中意見客就見客。你要記住，客人係唔會等你嘅。所以呢一個咧就直接影響咗咧你嘅收入咧，在於一個咧就不穩定嘅狀態。做緊生意或者靠業績生活嘅朋友咧，屬猴嘅朋友咧，你預咗今年咧，你呢種嘅情緒咧就會令到你嘅收入有呢個忽高忽低不在掌握咯。再加埋你咁多吃喝玩樂或者中意咧自己匿埋就會出現呢一個坐食山崩咧，就會咧你嘅支出就會多咗。總結講翻，或者你在於一個咧不明朗嘅情況之下咧，就使多咗好多錢。咁即係簡單啲咁講，總結你嘅金錢咧就係支出多過收入。喺呢一個關係上面啦，頭先都講過喺職場上面咧，就好多人咧就怕咗同你去相處，同你怕你一齊去合作。但係咧喺愛情嗰方面嘅話咧，你會發覺到自己咧就唔知點解咧，就有啲異性咧就好似成日有對眼咧好陰森好深眼咁樣咧就望住你，好有一份愛意好有嗰份欣賞喺你嘅身上。即係簡單啲咁講，其實咧有人就暗戀你，有人就喜歡你，不過你喜唔喜歡咧呢個就唔知。但係如果咧你本身咧就已經咧係有家庭或者有穩定嘅另外一半嘅話咧，咁你就真係咧置之不理啦。但係如果咧你係咧一個單身或者咧就係已經係長期咧就已經守齋守咗好耐噶啦，你亦都好想咧就有另外一半嘅話咧，今年係一個機會。不過你要記住一樣嘢咯，你預咗會使多咗好多
金錢上面咧，同你嘅另外一半，或者應該咁講，就同你嘅潛在嘅另外一半咧嘅相處咯。因為你掛住吃喝玩樂，因為最重要嘅地方，你係講緊你嘅感覺啊嘛。所以啊，喺呢個感情嘅世界入面咧，其實就幾精彩，你會好開心。而咧暗戀你嘅人咧，你自己接唔接受啦？喺健康方面咧，屬猴嘅朋友咧喺馬年入面咧，特別要注意啦，你自己嘅泌尿系統啦，你嘅體力上面嘅叫做容易攰啦，好容易有呢個膀胱炎咯。不論你係男士定係女士啊，女士係更加尤其是啦，就注意有呢個婦科病啦。男士咧就注意下咧，你嘅下體咧會有呢一個發炎嘅情況啊，或者有好多咧痕癢啊。所以喺呢個衛生啊，或者係自己嗰個咧管理自己日常生活入面咧，呢一個飲食咧就需要必定咧要注意翻啦。如果咧閣下咧係一個啦2004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啦，喺呢個馬年入面咧，你會發覺到咧自己好鬼忙啊，好多時咧就係呢個身兼數職啊，好似咧全世界咧乜嘢搞唔掂啊，搞得掂又好，搞唔掂到啦，乜鬼嘢都會叫晒喺你身上，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好似咧就係呢個千手菩薩啊，過千隻手咁喺度做嘢。不過你唔好覺得係辛苦喎，因為最重要嘅地方咧就係你嘅上級啊，如果你係職場嘅話咧，你會咧有好多嘅上司啊、同事啊會有欣賞你嘅情況咯。咁如果咧你係一個創業階段啊，或者一個初級即係初步啱啱開始咧為自己建立事業嘅話咧，咁你更加恭喜你啊！因為點解乜嘢你都係一腳踢嘅話咧，將來咧你嘅企業，你會咧好多時都會掌握到同埋計算到咧嗰啲成本啊、效益啊、人力資源點樣去運用咯。所以咧呢一啲咧對於你嘅學習或者為將來嘅鋪路啦，無論係職場啊定係做生意嘅朋友咧，都係而家一件好事咯。呢個馬年入面就係你一個好好嘅訓練嘅機會啦。另外咧喺人際關係嘅話咧，咁你係預咗一樣嘢啦，因為咧你太過出位啊，你做埋人哋做嗰份，亦都咧就係咧。個人啦，開口埋口都係嗌住你個名，咁嗰啲俾點算啊？俾人打咗落冷宮嗰啲，咪就唔中意你咯。咁所以咧就咧小心一樣嘢，有陣時咧你幫人都要幫慳啦，睇下佢本身之前有冇人做開啊，唔好又好心做壞事，係喺身上面加注咗啲壞事咯，明白嗎？2004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喺健康嗰方面咧，注意翻啦。你本身不嬲都有啲問題咧，就係你嘅耳仔就唔係好鬼中意去聽嘢，做嘢咧就過分集中到咧就係咧外面咧行雷閃電啊，蛇咬你都唔理啊，咁所以咧呢方面咧會影響咗咧就係你個叫做聆聽啊、體力啊，同埋亦都相反翻轉頭影響咗你喺工作上面嘅機會咯。咁另外咧注意翻啦，你自己嘅手腳啊、筋骨啊嗰方面嘅問題，會好容易咧就係有呢一個腫啊、發炎啊，或者好容易扭親啲筋嘅會脹起啊。注意翻啦，呢個2004甲申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假如咧閣下咧係呢一個咧1980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啦，即係你嘅天干地支啊，就係呢一個咧壬申年嘅年柱啦。咁你喺今年咧呢個2026年啦，呢個赤馬年啦，你會發覺到咧你咧人生啊，或者你嘅事業啊，或者周圍咧好多新嘅開始啊，可能搬屋搬上搬寫字樓啦，咁亦都會咧就係咧，如果你嘅職場工作，如果你係打工嘅話咧，你會出現到咧公司會有呢個轉朝換代啦，就可能啦由始創人交俾仔女啊，又或者成間公司俾人收購咗啊，所有系統啊、節奏啊又要裁員，又要 layout 啊，又要重組啊，因為點解可能俾人收購，所以會有呢個轉朝換代嘅情況咯，或者你自己都好想咧將佢去改變咗佢咯，亦都代表咗咧今年咧就有好多啦唔同咧嘅新嘅挑戰，因為點解你要迎接一啲新嘅機會咯，明白嗎？咁喺人際關係入面咧，就會好多人咧就會覺得咧你嘅要求咧就好鬼高亦都覺得咧就係咧係你嘅要求高咧，人喺人眼中喺別人眼中覺得你係冇標準嘅真係對住A 就用呢個5級，對住B 就用呢個6級對住C 就用7級。咁變相咗咧就係喺人嘅眼中唔知道你啲前因後果，但係佢覺得你就係咧好似冇標準嘅，一時一樣一時一樣
即係見人講人，見鬼講鬼啊！啲尺度個個都唔一樣嘅，咁所以咧會有好多人咧就對於你嘅有啲意見同埋覺得你好鬼偏私咯，注意翻啦。咁啊，另外咧喺健康嗰方面嘅話咧，你會留意到咧你自己嘅腸道嘅問題啊，尤其是係大腸啦，即係啲便便問題啦。咁另外咧就係呢個肺氣腫啊，你會覺得咧嗰啲肋骨啊，或者一個叫做心口嗰啲位置啊，個肺入面咧有啲咧就調氣唔順啊，或者有啲嘢揞住咧，好似入面有啲嘢脹起痛啊，成下咁咯。注意翻自己個肺啦。假如咧閣下咧係呢個1992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你係要注意翻啦。今年咧你會發覺到咧你好鬼多挑戰啊！尤其是咧就係咧你同咧你嘅上級啊，會好多時咧有意見咧就不和不合啊。雖然你做每一件事咧係為公司或者為個團隊好，但係咧呢啲咧經常咧都會挑戰咧你嘅上級呢個地位嘅話咧，你小心咧好多時咧你發覺到咧今年咧就係咧做啲工作咧做下又俾人掹走，做下又俾人掹走，即係發覺到咧就好多時咧無論係 project 啊項目啊定啲 file 咧唔需要你完成咧就俾人掹走咗喎，因為點解？可以有一個藉口話俾其他人知咧，就係你根本就冇完成到一啲咧工作啊、使命啊、項目咯。咁呢啲先有機會擺你上台噶嘛。因為咧你今年做事咧就係咧，就算咧你好咬實牙根點樣去延續都好啦，做下都係有啲事情咧令到你咧就延續唔到啊，或者要斷開突然之間可能屋企有事你要放大假，又或者咧就係咧邊度有啲舊嘅 case 又要處理翻啊，又要飛去去補鑊又好，去公幹又好，變相咗咧就係咧經常都有啲事情咧係人整蠱你又好，定係你自己整蠱你都好啦。你今年好多時啲嘢都好多事情咧，好多工作都係做一半之後斷咗咯。咁另外咧喺呢個人際關係入面咧，你今年咧就識多咗好多人但係嗰啲人咧都係乜嘢？都係咧會俾麻煩你咯。咁另外咧，你今年咧亦都會有機會咧就識到啲情人，會同你眉來眼去咯。不過淨係眉來眼去咯，又唔係真係去追求你，或者喺你面前一樣又想你去主動剩咁樣。其實呢個年代都冇分得男定女咧，都大家都啱嘅，咪可以做主動咯。但係咧佢又唔係喎，佢又唔係主動喎，又唔係俾機會你主動喎。你走去佢身邊嘅話咧，即係呢個咧類似嘅情人咧，佢又喺度縮開喎，所以呢方面你都唔知佢想點，咁你自己決定啦。咁如果你本身拍開拖嘅話咧，你發覺到另外一半咧若即若離啊，到底我哋應該係繼續啊，定係咧就係應該大家重新去評估個關係咧？又或者咧，你如果係已經結咗婚啊，有另外即係有老公或者老婆嘅話咧，你會發覺到咧，佢哋好似咧唔係好抽彩你咯，因為你今年咧嗰個能量嗰個咧生肖呢個馬年啊，導致咧你本身咧個人咧個磁頻啊，會有一個咧就係咧俾人哋去抗拒咁嘅感覺咯。注意下啦。咁另外咧喺健康嗰方面咧，今年咧會有呢個血光之災啦，咁多口提一句啦。你不妨要去走去攝太歲啦，因為咧如果唔係嘅話咧，有機會咧血光或者大病入醫院啊，尤其是你嘅心臟同埋血液咯，唔係危言聳聽未吹吉就先避凶。留意啦，1992年呢個壬申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假如咧閣下咧係呢個1956年啦，又或者係呢個2016年出世即係喺呢個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就係屬猴嘅。咁你哋嘅天干地支咧就係呢個丙申啦。咁咧你喺事業上面咧，你就會出現咗咧，好似好多人咧就圍住你，但係嗰啲咧亦都要提醒你要小心喎。嗰啲係乜嘢？嗰啲係假和合嚟㗎，而咧佢背後咧暗地裏咧就好想去攻擊你咯，好想咧你跟隨住佢而去改變咯。但係咧就係始終一樣嘢咧，就喺你嘅事業上面咧，你都會跟隨改變，但係咧其實你都係咧明修棧道暗度陳倉啊。因為咧你表面上就會改變，不過就換湯唔換藥咯，舊瓶就新酒咯，或者咧就新瓶舊酒嗰啲咁嘅做法咯。咁喺人際關係入面咧，因為你本身嘅個人咧就過往咧就要求好高，
而咧再加上咧今年咧呢一個馬年咧，對於你嚟講咧，你會咧好容易咧就得罪咗好多人，因為咧你本身要嘅標準咧同佢哋係不配合啊！即係講句難聽啲，佢哋覺得忍咗你好耐㗎啦，去到呢一年咧忍唔到嘅，甚至乎咧好多朋友咧就係你會覺得咧同佢相處咧就以前都仲要傾到兩句偈啊，但係今年係一種係好格格不入嘅情況。因為咧出現咗好多咧就口和心不和咯，咁你注意翻啦，趁而家咧都仲未去到咧就係呢一個馬年嘅中央，因為去到下半年之後咧係好鬼多人咧就討厭你唔中意你咯，注意下自己平時同人嘅相處啦。喺健康嗰方面咧特別要注意下啦，你好容易咧就呢個腸胃炎啦同埋呢個背痛嘅情況啊。而咧，你亦都注意翻咧，就係咧，你會好容易咧，就係呢一個啦，喉嚨啊、咽喉位入面啊，亦都會有好多咧，就係痛啊、發炎啊，或者口腔上面咧就唔知咩事啊，總之就多問題啦。啊，簡單點講，全部都係同口腔有關嘅病咯。注意下啦，一個1956年或者呢個2016年出世嘅大朋友、小朋友啦，立春之後出世嗰班啊，唔該。假如你閣下咧係呢個1968年啦，呢個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咧，你嘅天干地支啊，你嘅年柱啊，就係呢個戊申啊，屬猴嘅。咁呢個戊申年出世嘅朋友咧，注意翻啦，喺你嘅事業上面咧，你就會好容易咧，俾人哋覺得你咧就功高過主，又或者咧你啲上級啊。或者你本身就係有啲 senior 過你嗰啲人咧，就會覺得你咧就好似搶佢哋風頭啊，搶佢哋嘢做啊。當然你本身就根本就係有自己嘅標準，有自己嘅內向性格，你得鬼閒睬佢，但係冇辦法嘅。基於咧，無論係算命又好，生肖學都好啦，始終呢套統計學傳咗幾千年，亦都話俾我哋知咧，你今年嘅能量咧就會好鬼容易得罪一啲權貴嘅人。咁你話，譬如話知佢啦，我本身係做生意嘅，咁你就注意翻啦。你做生意嘅話，你始終都有機會有啲大客啦，同埋咧就係啲供應商啊，又或者咧就係嗰啲幫你咧去一個代理啊，嗰啲銷售嗰啲小心咧得罪咗佢哋，因為佢係直接影響到你嘅貨源或者影響到你嘅生意。咁呢方面你要留意翻啦。而咧你本身咧，因為你功高過主，又或者咧喺別人嘅眼中咧就覺得咧你好似搶晒風頭啊，又或者即係根本就睇唔順眼，因為喺佢哋眼中覺得你冇佢哋嘅支持，你係冇今日嘅。再加埋你本身咧係一個唔中意交代咧，又神神秘秘嘅話咧，所以咧變相咗其實咧，你喺人際關係咧打人情牌呢一件事情咧，你係會比其他人係弱咯。因為點解？你係唔中意咧去同人建立關係咯。呢方面留意翻啦。另外喺健康嗰方面咧，注意咧就係咧呢一個啦，胸口啦就亦都係有痛嘅情況，同埋條氣唔順啦，亦都有提醒翻你一樣嘢喎。咁你會發覺到咧，就係咧嗰個背脊咧條尾龍咧，就有一啲咧就唔暢順啦。經常咧就好似喐下都會起起角落成咁樣好直接話俾你聽，你係要伸多啲懶腰咯，明白嗎？1968年戊申年立春之後出世嘅朋友，總結講翻屬猴嘅朋友，你今年咧就係繼續咧就中意做翻你自己，你繼續咧就係對好多事情咧有你嘅挑剔，有你嘅奄尖，有你嘅要求，有你嘅標準。身邊嘅朋友接唔接受？喺你嘅世界永遠都係咧3個字，有話知佢嘅，但冇乜所謂。最緊要咧人生在世，你有你嘅價值，你有你自己嘅意義，亦都最重要咧，你攞到你最想要嘅東西無論係感覺定係實際物質都好，明白嗎？咁臨走前祝福咧屬猴嘅朋友咧，就今年咧就身體健康啦，龍精虎猛啦，心想事成，財源廣進啦，想個樣又個樣啦，可以嗎？恭喜發財，恭喜發財。Ken Sir 最大嘅心願啦，開呢一個 channel 就想咧更加多人咧就學懂呢個八字。咁但係咧，基於咧大家嘅背景同埋咧個起步點咧係唔一樣，所以咧如果咧閣下咧好在咧就好想咧跟 Ken Sir 咧學懂啦，就點樣啦可以宏觀一個生命，掌握自己嘅八字數據，甚至乎可以幫到咧你身邊嘅親朋好友咧了解自己生命點樣咧為生命去創造價值嘅話咧，你可以咧參與咧我呢個國際版嘅網上課程。呢一個課程冇任何嘅限制，24小時，只要你上到網嘅任何地方、任何地點，學得快學得慢，完全係自己決定、自己選擇。而咧 Ken Sir 咧每個星期咧亦都會
跟進翻咧每一個同學咧學習嘅進度。八字咧入面咧有千變萬化，簡單嘅組合咧都有幾十萬個，入面嘅數據組合咧亦都咧超乎咗咧有唔同咧嘅收集程式。Ken Sir 喺呢度咧就將我咁多年嚟咧嘅收集程式嘅模式啊，得到嘅結果咧喺呢度咧教晒俾所有嘅學生。假如你真係好想咧就掌握呢個生命數據，甚至乎去了解到自己點樣去發揮自己啊、關係啊、金錢啊、健康啊各方面都想咧提升嘅話，可以參與我呢個課程，自己認識自己，自己了解自己身邊嘅人，可以睇到自己條路點樣行係更加好。當然有啲朋友想慳翻啲時間嘅，都可以私底下咧揾 Ken Sir 咧去幫你咧去做呢個生命藍圖，了解翻自己咧其實應該點樣去發揮。無論你早上咧就諮詢翻咧呢一個課程啦，同埋咧想 Ken Sir 為你批命嘅話咧，片尾有 Ken Sir 嘅聯絡方法，可以嗎？